各位屬鼠嘅朋友，2026年丙午年對你哋嚟講係挑戰最大嘅一年，因為你哋沖太歲，而且係水火對沖，呢種能量極其猛烈，你嘅生活可能會面臨轉職、搬屋、分手或者大額超支。但請記住，沖太歲唔代表一定差，動中求變反而能沖開滿局。正月驛馬星微動，你會開始想變動，心癢癢想轉工。注意想法多但未成氣候，唔好急住辭職。2月子卯相刑，呢個係爛桃花最旺嘅月份，注意單身者小心遇到換家，有對象者要防口舌是非，避免因小事翻舊賬。3月財運波動，容易有意外開支，注意化解方法進行一次小額捐款，主動破財擋災。4月貴人現身，會有女性長輩或上司提醒你工作上嘅漏洞，注意虛心聽意見。呢個月係全年最穩定嘅緩衝期。5月大凶之月，正沖太歲月，水火不容，發生時易有突發意外，情緒崩潰或者同人發生嚴重爭執。化解呢個月最適合去旅行，去北方或水邊，或者去洗牙捐血，避開正南方位。6月壓力持續，工作量突然增多，令你透唔到氣，注意留意脾胃同埋消化系統健康。7月三合貴人月，運勢開始反彈，發生事之前嘅變動開始塵埃落定，你會發現新嘅環境或者工作其實更適合你。8月社交頻繁，人緣運好轉，適合擴闊人脈，注意飲酒聚會要適量，防酒後失言。9月踏實做事，運勢平穩，適合處理文書、法律或者係保險合約，注意檢查合約細節，防文書錯誤。10月水氣漸旺，火嘅壓力減少，心情變得輕鬆，建議適合進修或者學習新技能，為明年準備。11月值月太歲，情緒再次波動，容易有諗太多嘅情況，化解多做運動，將負能量發洩出嚟。12月六合月，年尾收官，貴人相助，發生事會有老朋友揾你合作，或者收到意外嘅獎金禮物。建議佩戴牛嘅造型飾物，子丑六合，屬牛嘅貴人能量能幫你擋住太歲嘅直接衝擊。2026年正南方係太歲位，正北方係沖歲位，呢兩個方位千萬唔好動土，可以喺北面放一個藍色嘅地氈或者一杯自來水。屬鼠人今年要信奉主動求變，如果你主動去進修，主動去裝修屋企，或主動申請調職，就叫應料變動，太歲對你嘅衝擊就會減輕。屬鼠嘅朋友，2026年雖然波折多，但係不破不立，捱過呢一年，你將會變得更強大。想知道下一個生肖屬牛嘅朋友運勢如何？記得點讚、訂閱並撳埋個鐘仔，我哋下一集見。